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一日新约圣经马可福音9章1到8节。马可福音9章1到8节。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个有人也未死，会看见上帝的国用权能临到。”过6日，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另外带因爬上关山，干那因甲伊伫地。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衫灿烂极其白。世间漂泊的，未会互伊白到安尼。有以利亚甲摩西对因显现，甲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讲：“rab比，咱伫遮真好。原来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是伊毋知着怎样讲，因为因真惊，就魂答应。佫有声对云而出，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恁着听伊。”因忽然四界看，无看起一人，只有耶稣甲因伫遐那定以上。咱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搞不清楚状况，无清楚状况。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救恩显明，予每一世代，总是有侪人也无清楚、无明白，也袂通伫遮来找救。求你来帮助，开阮的心窍，予阮会通对听讲道、看主你的话，领受你对顶头来的声音，予阮清楚明白阮生命的意义。甲阮会通得到的福分，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我咧找即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台语吼，毋知有真好的适当的翻译吼，拢找较无啦。总是我有伫电脑找者吼，啥物叫做搞不清楚状况吼？有一个解说叫做白目，不过嘛无解好啊。不过即个小可有活啦吼，就是讲人咧讲啥，你着插一句吼，你着无了解情形，就凊彩白讲，若感觉你开白目有安尼吼。咱对咱的生活中间嘛有侪一只的故事，即个故事可能大家拢捌听过吼。就是瞎子摸象吼，咱目睭无看见的人，伫遐咧来摸象啦吼。伫真久以前吼，伫印度有一个国王，伊心肝真好，真善良，伊真爱帮赞即个伊的百姓。有一遍，规个目睭无看的即个伊的百姓。要来求见国王啊！即个国王就好来甲因接见安尼，讲来，有啥物我会通甲恁斗相共啊无吼？伊讲国王啊，阮对出世就拢目睭无看见听讲迄个象真大只啦，想讲毋知会通拜托国王帮赞阮，互阮会通去了解讲。即个象到底是生做安怎？好即个国王就讲命令伊的人神就来，牵一只大象来来好，即个目睭无看到，随啊讲，安尼阮来望看觅吼。所以伫遮象牵来即几个就足欢喜的，头一个去望望到迄个骹腿啦吼，过来一个望到迄个尾流第三个望到伊的身躯，第四个望到伊的耳第五个
摸着伊的枪架，最后一个摸着伊啥，伊的鼻仔啦吼，吼这摸了的时阵，好，国王讲，安尼恁拢有摸着吼，摸了看起安尼，恁感觉枪是啥物？吼，用恁家己的见解安尼，所以呢，摸着即个骹腿的吼，伊就讲，哇，这吼，这枪亲像大樟树啊，哦，迄个树头安尼吼。第二个讲，毋对啦，枪就是好亲像锁啊安尼吼，好亲像锁啊。第三个讲，你搁较老哦，枪就亲像吼一面墙啦，吼。第四个就讲吼，你凊彩黑白讲明明都摸起来枪是好亲像啥物一支盔士，哦。即个摸着枪你搁较离谱哦，枪就好亲像一支枪安尼样款。最后讲无啦，恁拢讲毋对啊！枪就亲像一尾蛇，因为摸着迄个边仔，嘛有人讲像水管安尼啦吼。来，这国王就来调因来吼，因伫遐咧玩袂煞啦，拢有家己的见解，你知无吼？用家己的角度、家己的即个感觉，伫遐来咧讲枪是啥物。了后国王讲。毋是恁讲的拢毋对吼，有当时咱伫咱无共款的角度，咱会认为讲我讲的就是对啦，我的感觉是对啦吼。伫咱的生命过程中间吼，咱往往咱真欣赏讲，人有别人有无共款的即个感受呢？圣神充满的经历呢，也是讲有看到无共款的异象呢？暗时上帝我看到啥物我有了解啥？这一定是昨暝上帝甲我启示讲，你一定爱嫁我你一定我着爱带你安尼啦吼。有当时会讲，你感动我也无感动啊呢。所以有真侪咱会掠家己的想法、领受、感动来咧诚做讲这一定是的，这是上帝所要互我的吼。伫咱的生命过程中间，咱是毋是有欣赏讲像圣经内底，上帝透过先知甲伊启示了，互伊知影讲未来的道路，未来所要行的领受的福分吼。伊的同在，伊的显示，有当时咱爱家己清楚来分辨。常常有兄弟姊妹问牧师，牧师我安尼感受，安尼领受是对啊毋对？也是讲伊家己有家己的认为，有当时听了、判断了，会甲伊有真适当的建议。有当时是咱家己的想法，有当时是真正对上帝来的即款的启示哦。所以透过即个自然界也好，超自然的启示也好，咱有无共款的即个对自然内底的启示，对超自然的启示，也有特别的呼召的启示，这是圣经内底有真侪无相关的，所以袂使讲用我共一个标准、共一个看法，伫遐来咧看一项代志。今仔日咱要对比着伊生命的一寡经历、体验，咱要来看讲咱一个信徒对慕道，你也要到伫教会听道理、看圣经、家己祈祷。你家己是毋是会通了解，到底这位主是啥物款的主？到底这个福音是咧讲啥？我过往了，我是袂使倒转去到伫迄个圣经所讲的天堂再去接到文成长老的电话7点半牧师，第二组的罗平和兄弟，我要送转去厝要等待倒转去到天的祖家。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爱等甲讲我要倒转去到天的祖家，我才知影明白天堂是啥物？也是亲像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的主祷文讲愿你的国，你的旨意伫地里。伫地里亲像天里原来你祈祷时是野瓦地无？野瓦地嘛，安尼
并毋是天国是咱受主呼召百岁年老了，当会当去嘛？是原来透过耶稣伫教示咱的主祷文内底讲，伫咱遐活地时阵，咱就会通经验到呢。咱透过西门彼得、雅各、约翰，因伫山顶的经历，因伫遐来看见，也是领受一段亲身的经历，因安怎去面对？有错误的一个解读也无，因有安尼伫遐来了解真正上帝的意思也无。咱咧看即段圣经，咱有两个目的。头一个就是讲，要鼓励咱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是毋是通较无爱通经历上帝的显示，拄爱启用的过程中，上帝的显现也好，也用显示，互咱知影讲有上帝存在啊。第二个目的就是讲，咱要认捌上帝，讲伊显现的目的，伊有一寡透过无共款的异象，互咱看见。到底这个异梦、异象，这个状况是咧甲我讲啥物？有啥物意思啊无？有啥物目的啊无？所以今仔咱要透过这两方面的目的，咱做来看。拄仔咧讲迄个无看见的，伫遐咧妄想。有当时咧，比如讲，咱对一项代志，也是咱对这个信仰无了解、无透彻的时阵，咱就会下结论呢。后壁下结论，就是安尼啦。信耶稣就是安尼，信耶稣就是安尼。所以叫有当时会造成一寡遮个错误的讲法。咱对这段圣经进前伫第8章耶稣有讲有言啦，甲这学生讲我无偌久，我要伫遮来受难。要伫遮来行伫即个十字架的道路，了后搁要过活。咱知影彼得这头一遍，伊都头一遍清楚讲，耶稣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别人讲我是啥物人？彼得甲回应讲：你是啥物人？你是基督。耶稣甲拍拍手咧，拍拍手无偌久后壁讲，耶稣讲，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顶十字架，我要受害。彼得开始就安怎？开始就开白木屋啊，你知？开始就袂使袂使，甲砍来啊，甲责备耶稣呢，袂使安尼。耶稣讲啥？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啦。这头一遍去耶稣。伫遐来责备，过来耶稣讲了后，带伫咱第9章就看带彼得、雅各、约翰到伫迄个悬山，伫遐有变貌变相，互伊来看。到底透过即个启示，耶稣咧讲啥啦？伊先大声甲因讲啥？咱第1节做伙来读来。耶稣甲因讲。我实在甲你讲，你或者有人也未死，会看见上帝国用光荣面。若安尼讲，就是讲咱也活着，毋是干那讲死了后，等会看到上帝国嘛。所以也活着时，会当看见上帝国透过伊的光荣，伊的溃烂，可能透过新约技术，透过一寡遮异象，互咱来明白。耶稣透过即个变相的过程，要启示这学生啥物？即几遍咱要对使徒这个使命，特别对彼得的使命，咱顶礼拜讲啥会记袂？老牧师讲啥物也会记袂？拢袂记啊！又爱又怕，对无？所以咱即几段的时阵，拢要透过彼得伊的性质、伊的使命，要伫咱来看讲，咱要哪正，所以对无就有信徒，一直到运道，做耶稣的学生所以牧师咧安排这讲道是有渐渐互咱来明白，
啊，你即马受呼召来，你诚做基督徒，你诚做信靠主的了后，你是毋是当互主伫遮来使用吼？耶稣透过安尼训练学生，互因会通开始看到一寡遮异象。所以头一个就是讲要启示上帝的国度的人才。咧耶稣会带彼得、雅各、约翰上山，要带因伫遮来经历，要来认捌这位上帝所要赏赐迄个国度对伊来的智慧哦。咱要有智慧，咱才能明白，咱会通明白耶稣所讲的譬如甲伊的道理。所以耶稣若无开咱的心窍，亲像牧师要讲道之前，我拢会引用这段来祈祷。路加福音24章45节，讲主耶稣求你来开我的心窍，耶稣开因的心窍，因就会通明白。我嘛咧常常咧教示这学生帮助这学生，你着祈祷讲主耶稣求你开我的心窍，互我会通明白我所看的这的教材、这的课本、这的资料。真奇妙，上帝的智慧就真做咱的智慧，互咱会通明白。咱看讲耶稣在教学生，伫遮毋望因会当出师，因会通伫遮来接替耶稣的教示的服侍。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耶稣带即三位上山，也透过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伫迄个真奇妙的一个显现的中间，到底咧讲啥啦？圣经无讲呢。无讲到底因咧讲啥，用啥物款的言语，只有讲显现伫遐耶稣、摩西甲伊有伫遐伫讲话交通吼。伫遮咱来看讲，头一个就是要表示讲，看见上帝国事奉是永远的，是一个直到永远的事奉。世上有一寡遮物件，事物拢是短暂的，你知无？短时的。总是伫遮透过咱看摩西甲以利亚，当耶稣伫甲因讲，伫迄历史上因已经无伫啊嘛吼。但是为什么会显现伫遮，互因做伙来看？伫遐伫提醒咱，就是讲今生，就是讲即世人过来咧，咱无讲来世啦吼，咱讲永生啦，今生甲永生。咱人看见即个事奉是一直到以后的。第二个，咱来看讲耶稣甲摩西、以利亚的交通，是要互咱看讲，伫这上帝国内底咱的服侍是足有荣耀的有人时会听哇，伫教会服侍特别做中级的，足忝呢佫无想象讲有当时若安尼讨论起来天使会变迄个咧，变魔鬼咧。我毋是讲咱啦不过要互咱知影讲，伫教会事奉是荣耀的事奉。咱人有人的软弱甲个性无毋对，总是要互咱知影，上帝呼召咱，互咱伫即个过程中间，你若好学习用上帝的心意来服侍，我相信伫教会服侍是充满荣耀的，互人会当欢喜意爱伫遮来服侍。第二就是讲，透过即个要来启示讲上帝国度的一个中心是啥物？咱要甲人传福音，咧传啥？是传你家己，传你家己的经验，传你家己的认知，还是你传达耶稣所要甲咱讲的？上帝要甲咱讲，透过迄个异象，为什么上帝对顶头来有声甲彼得、雅各、约翰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恁着爱安怎？听，恁着爱听伊的话，毋是家己的想法。所以耶稣带即三个到伫山顶变貌了后，因会感觉讲真惊吓。伫遮有看一个要启示的上帝国的中心核心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即个世代有真侪只咧传福音的人，两个人踏脚踏车，然后伊嘛讲伊有咧讲耶稣。
一贯道嘛有讲阮嘛有耶稣，对无？五教规统，有真侪只个啊，即个东方闪电哦，即摆已经入来哦，伫咱的台湾哦。你若无啊，你入去你若无要信，无要伫遐继续吼，像大了就互人拍死的即款的情形吼。所以这异端已经充满伫咱的四周围。咱一定爱伫这信仰的顶面，你要做一个学生，做一个门徒，你爱清楚，上帝国的核心是伫讲耶稣基督。第二，咱看伊讲，透过耶稣基督将上帝来显示出来。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讲，将来无人看见上帝，只有被形来的即个独生囝，甲伊安怎表明出来、显示出来。所以咱哪会当伫遮来做伙庆祝啥？圣诞节，庆祝啥物？高活节。这就是互人伫人类的历史顶面有看到嘛，有摸到嘛。彼得、雅各、约翰，因拢是见证即个代志啦。抑佫有最侪只个妇女，抑佫有最侪只个超过500个以上的只个查甫人。而且咱有看见吼，这个核心要表示上帝伊的同在，透过耶稣基督。第二，透过上帝国的真理，为什么是选摩西、选以利亚，哪会无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咱来看摩西代表啥物？摩西咱若去读圣经头5卷吼，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佫来咧，咱称做啥？摩西啥物？五经啦吼。伫遮咧代表上帝律法呢？律法咧讲啥？就咧讲即个救恩。所以咧，摩西用摩西来做代表，就讲透过上帝话来表达讲上帝救赎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有出现摩西，过来第二个以利亚代表啥物？以利亚代表先知啦吼。所以表达出上帝的真理，上帝透过先知甲伊启示了，对这个百姓甲因讲，恁着爱安尼行，安尼做，才会得到我嘛。所以常常上帝使用先知甲这个信靠的人，也是讲以色列人讲，恁安尼毋对，恁爱活倒转，恁袂使继续安尼。所以列王记内底就讲，啥物人若照上帝真理照上帝所欢喜来行，即个国家就安怎作兴旺嘛。咱若定看到遐个王讲，因若行上帝眼光看做歹，安尼即个国家就拄着灾难，拄着侵略，拄着即个敌人会伫遐攻打。所以以利亚伫遐代表着种对上帝来话，要伫遐表达一个真理，耶稣就是迄个真理本身。后来透过即个意象，咱看彼得伊有啥物款的反应吼？彼得有清楚即个状况啊无？也是有当时咱对咱的信仰一知半解啦吼，就讲敢若知一部分，无完全了解，所以就变顺信兄、半信所了解无吼？你毋是圣经读去对，读去较食拼就无了解无清楚，人讲拜你就拜，对无？看伊我就看伊。有当时咱会妥协，昨去主持一个伫倒转的新庄主持一个结婚的礼拜吼，女方无信，所以有当时就爱等到迄个时呢，等到点外甲食饭，你知无？大家讲是毋是咧看即个时，看即个时间，爱看即个时间伫遐开始，敢会幸福吗？毋是安尼啦吼。所以兄弟姊妹，咱会通看见讲，伫咱的生命内底
咱爱清楚知影咱的信仰信啥物。若无你来教会，你无清楚讲你的信仰是啥，你嘛是迷信的。啊，定咱咧讲啊，咱迷信拢乌白拜、凊彩拜吼，对无？啥物讲啊？大树公哦，迄个啥物讲石头公，对无？啥物啊？着甲讲，啊若较大底碗啦变啥？哦，讲迄恁讲哦。好，所以咱来看讲，咱的信仰有清楚，还是像彼得拄仔开始安尼模糊无明吼，无清楚。好，咱做下来读来。彼得对耶稣讲：耶比，咱伫遮真好，阮来搭3间寮啊，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伊利亚。彼得咧讲这是咧讲啥物意思啦？有啥物款的背景啊无？咱倒转来到拄仔耶稣讲啥？撒旦提起。彼得讲啥？莫啦，莫死啦，好无？你要来做王，若死，可能心内是讲，阮着一个要做宰相，要做这行政院长，要做财政部长，要做啥物？着安怎？莫搁卡。迄甲帮衬啊，因为有当时咱摕这跋倒毋知要哪关啦好，来伫遮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一间要互耶稣啦，互你住啦，莫落山啦，伊莫落山好无？若落山着爱安怎？爱面对迄个苦难呢？咱做伙伫遮真好。后来咱来想讲，伫遮真好，也是要耶稣真好。咱伫咱的信仰生活，你是要显现的上帝，也是要上帝显现来互咱选？你要显现的上帝，也是要上帝显现？为什么呢？上帝显现是一时句嘛，是一遍、2遍、3遍嘛。但是显现的上帝是表示啥？甲你三角同在，常常甲你三角同在。所以咱常常咧追求一寡现象，一寡的经验，总是忽略讲掠条主本身啦。对上帝的认捌，咱可能会对外在的这个经验伫遮来看。所以伫遮较要紧的要提醒咱是要掠着这位上帝，毋是干那去追求这个经验，这个圣神充满的经验，这个看异象的经验哪点？你若掠着上帝，你就会亲像先知先觉共款。为什么？你掠着上帝，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是毋是？伊会通对你的需要中间，伊对生活甲你启示啊。你若敢若咧追求，有的人敢若咧追求这个经验上帝互我看见，互我有一个显现一个经验，一个异象是讲啥物款的这个状况安尼，互我体会，我知影讲有你。所以伫遮，咱看彼得伊用人有限的标准，要来看上帝无限的即款的荣耀伫遮真好，也是要耶稣真好。是干那伫山顶较好，也是你要去面对耶稣嘛？无落山，咱就无好你知无？无有即个救恩吗？无耶稣伫十字架，伫遮为了咱付出代价，咱就无好啦来，所以彼得伊家己伫伊家己看法，伊的认知的内底伊伫也讲，耶稣可能甲上帝即个罗卜、摩西以利亚是差不多共等的拄开始，伊对耶稣阁有一个认捌，讲你是基督，但是过来就安怎？阁沙无尔仔问所以伫遮就敢无了解，阁凊彩乌白讲来，第二讲耶稣是老师啦，意思是教示人认捌上帝的老师哪定？这是有真侪人停留伫即个伊是列比伊是上帝罗卜，但是透过后壁。上帝亲自对天顶，伫云彩，伫迄个声音的出现中间，甲咱讲啥物其实伊是上帝的囝，对上帝来，伊要甲上帝伫遮来表明出来。所以耶稣，我阁讲一遍，是啥物意思？对上帝来的拯救，对上帝来的救恩。那安尼，咱会通了解讲，咱信靠耶稣，对这位天顶来，这位上帝的本体，伫遐来显明，
互咱会通了解，伊要来启示一个真理，就是信靠伊的人就有永远的活命。所以伊透过引带训练这学生，要将这个真理继续保护，搁较侪人知影。所以耶稣伫尾仔交代讲，恁着去安怎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上过课的人属灵家长下晡搁有小组长的训练，内底一开始就是真清楚咧知影讲，即个使徒性教会是一啥？使徒性、使徒性、使徒性的教会是啥物？是爱被差派，你爱出去，毋是教会等人来所以爱清楚明白，所以爱伫遐受装备的训练。对耶稣的变貌变相伊无清楚，无清楚，毋知要怎回应，就乌白讲啦来，咱做伙来读即句来，是伊毋知着安怎讲，因为因真惊。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当时拄着一寡遮现象，咱无明白、无了解，所以咱就乌白伫遐回应。因无了解讲耶稣透过即个变相，到底有目的，要教导因啥物毋知要怎伫遮来回应。所以当因毋知影乌白讲的时阵，即个时阵上帝就安怎出面啦到底是啥物状况咱看圣经甲咱讲啥，咱倒转去到伫圣经圣经伫第9章遐，遮讲伫第8节来第7节就有魂安怎大音搁有声对魂里出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恁着听伊啦咱做来念一遍来。就魂大音，搁有声对魂里出讲，即个是我疼的囝，恁着。上帝看袂落你听袂落所以出手你魂在搭，咱知影伫圣经内底，魂在搭出现代表啥物意思无？出埃及的时阵，上帝用啥？魂跳做啥？引带保护，迄伫沙漠真炎热呢，人40-50度，所以上帝用魂跳伫遮来保护因，来帮助因，来引带因。所以常常用即个魂跳日时暗时用啥？火跳，就是咧引带因，咧保护因搁伫遮，上帝有伊对伊顶头来的仍卡，伫遮来帮助互咱会通伫遮来看见上帝透过伊的保护，透过伊的帮助，互咱会通知影伊亲自的同在。所以以色列百姓因出来及因伫日时伫暗时，透过魂跳火跳的显示，因知影讲上帝甲我伫地所以我无惊吓，我有伊的保护。日时无互炎热的日头伫遐来晒，暗时无互遐的温度也是阴冷伫遐来影响因。所以上帝亲自出声伫遮来拍断彼得来纠正伊对十字架道路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来纠正伊想法讲耶稣可能甲迄个摩西甲以利亚是差不多平等的安尼来，第一就是讲，咱看有对上帝来的启示，互咱知影讲，这是伊所爱的啦，毋是照你的想法讲，莫啦，耶稣你莫行转去耶路撒冷，你莫顶十字架啦。你来应该是要骑战马咧做王的呢，你毋是要上十字架来顶十字架呢？所以有上帝对顶头来启示、来纠正、来改变伊错误的即个观念，来帮助伊讲，这是我所疼的囝，上帝的代表来显现出来，要互因知影讲，这是
福音的一个真要紧的重心。咱透过安尼，咱要来讲，你着爱听伊的啦。所以上帝甲彼得、雅各、约翰讲，恁着爱听啥？耶稣的话，毋通用家己的想法，毋通你莫顶十字架，你莫受害。那安尼，咱就无得救。总是上帝就出手伫遐甲伊讲，互伊会通伫遮来认捌耶稣，互咱的目睭单单注目伫耶稣的身上，毋是看伫即个环境咱做伙来读即个。因忽然四界看，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甲因伫遐咱透过遮讲，咱的眼目毋通干那看到即个外在世界，看见即个环境咱常常会看环境我就无爱服侍看见啥物我就无力所以伫遮咱看认捌伊是啥物人，毋干那是上帝的奴仆，受苦的奴仆，也阁是大过摩西、以利亚迄位上帝的本体。伊是列比无毋对，总是伊要将迄个救主的身份、上帝的荣耀伫遐来显明出来。所以人对遐耶稣问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因讲有以利亚啦、洗礼约翰啦。对人外在的迄款的看法，到伫彼得讲你是基督。耶稣甲学了讲是对上帝来的一个想法咯。安尼即个真好，总是念伊个安怎？看暝食西瓜个安怎？反正佮改变开始佮有错误的即个一个认捌。所以伫遮。上帝直接对因伫遮来提醒好亲像咱在家会主，咱在家会主单独会主的时阵，上帝话就突然咧提醒咱，哇，真正，互咱了解讲，你要信靠耶稣是全能的，是医治的，是供应的，是丰丰富富的，是互世人过活的，是对世人中过活的主，安尼伊的丰丰富富的本质，就会通显明互咱知影。所以上帝讲，恁着爱听伊的话，毋通搁再阻挡耶稣行十字架的道路，会通因受阻挡就无法度成就即个救赎的计划好，所以最后军队主就是只见耶稣啦，不见一人啦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咱属灵的生命的中进，是较要紧在伫咱的。属灵的目睭眼光来看伫即个信仰所想述，互咱信仰的耶稣的本身。所以咱常常咧鼓励，无看人，无看环境，只有安怎？注神看耶稣。即个就是帮助互咱要成做一个学生门徒、中职同工、小组长，要成做一个服侍的人一定要有即个。若无，有人讲牧师教会嘛安尼，讲是教会是安怎？教会是罪人聚集的所在嘛？敢毋是？你甲你的边仔讲，毋是咧讲你。咱过去拢悔改过嘛，咱也条条信靠耶稣，咱就是义的人，无搁再做罪的奴仆嘛。总是如果咱中间还未有洗礼，我鼓励你，咱无停留伫迄个阶段，咱应该接受耶稣，成做生命救主，成做因为信心称做义，互耶稣的救赎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天耶稣要调咱转去的时阵，咱会通安怎？好胆无惊吓，讲好主啊，我对你去因为伫天顶像保罗讲，好得安怎？好得无比咱若有这个信仰，咱就无惊吓拄我问老牧师拄我处理了安怎伊讲这迄个平和兄弟真平安，对无伫遐来受主恩调，倒转去到伫天里的祖家。所以这嘛是咧提醒咱，当咱受调迄天，咱会搁较清楚明白圣经所写天堂的状况。但是伫咱遐活的时阵，咱会通透过侪只无相款的经验，咱会体会到耶稣教咱的基督伫地呢
亲像安怎，伫天里，互你的家庭成做天堂，互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公司成做天堂啊，就是有主同在的所在。有主同在的所在就是啥？天堂嘛。所以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互咱会通感受着讲，主甲我三个同在，迄个要紧。第二就是讲，当主甲咱三个同在，咱爱听伊的话啊，毋是用咱家己的领受、咱家己的认知，伫遮内底做咱的服侍。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会通透过这个信仰。渐渐地成熟，对慕道信徒，一直到伫成做上帝的所听的学生。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咱所听的吼。我相信耶稣是啥物人？是我的主，是我的朋友，是天父是我的阿爸爸。这是咧用信仰来宣告吼。你有相信啊无？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去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要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实是我的安慰者，伊是叫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是上水，我要一生跟随伊。用信心来宣告。我相信，是靠伊的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上帝是听你的天父嘛？你有相信耶稣是听你的救主嘛？你有相信圣神要成做你的保惠师，安慰你的嘛？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因为你有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你本身的意思，就是要为着阮行伫迄个受苦的道路。伫十字架顶，本来是痛苦见效、刑罚的记号，迄个艰苦的刑罚。因为你疼阮，你看阮做宝贝，所以你欢喜为着阮来付出性命的代价。互即个十字架成做荣耀、毋忘拯救的记号，要提醒阮，主你安怎疼阮，疼阮到愿意为着阮来付出性命的代价。你也竞选阮、呼召阮，来真做即个福音事工的车用。你吩咐阮着去，将人带到你面前，做你的学生，信靠你，当得永远的福分。主啊，愿阮的生命不断地成长，成做温度的生命，是影响人的生命。愿主帮助阮所听的存记伫阮的心内，靠你所赏赐予阮圣神的馈力，阮就凡事拢会。同心感谢，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告诉阮，佮差派圣灵到阮三角之地，下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你差派你的圣灵，对早时到今，拢到阮三角之地，借着圣灵，互阮得到提醒，借着圣灵，互阮得到保守，互阮嘛会使借着圣灵，阮。互主听见主你要对阮的声音，愿阮每一个人拢会使时常甲主你保持好佮水的关系，互阮会使对显明来的时，圣灵来向阮显明的时，阮会使佮较清楚、佮较明了。主，你要祝福阮的是啥？当阮若照着主你所教示阮的，阮
奉献阮的金钱、阮的时间、阮的才能，互主你来用。愿主你感觉，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由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要为着几样事来祈祷。头一项，咱要为着整个急变的环境来祷，咱看到是真平和，看即马即个方面，所以南部各方面，咱关心咱亲像领一个部队，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先来看消息吼，消息的。小会报告，咱伫明年的4月初9到20会举办圣地旅游，6月20进前，若有先交定金的，有即个优待吼。报名表伫公布栏迄个所在，请咱家己来来看。咱的名额只有32位吼，32位，即摆已经有大概120个报名吼，所以请咱会通赶紧把握机会。7月初2，咱要举行第4次圣礼典。伫6月18进前，若要洗礼，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曼双来报名。今仔下昼开始1点到4点咱有
先有6遍的即个训练。你有上过少年家长补课了你会通做伙伫遮来参与，来委身伫即个事工的顶面。总务部咱有看伫7月初10到14，咱有要举行即个夏令营，所以需要有同工来参与伫迄个爱餐的购买，然后有即个负担。请咱对义军执事伫遮执事伫遮来报名，也是讲伫1楼的黄宝栏伫遮来登记。咱伫7月初10到15的即个夏令营咱还佫有名额，所以咱若有开店面的还有一寡遮的报名表会通摕到伫咱的店面，会通伫遐来做一个，互人会通伫遮报名安尼。所以咱也鼓励咱家己的子女来参与报名因为即回是用英文双语用美国这真活泼、真好耍，佫有带有这信仰的教导所以咱会通伫遮来鼓励搁较侪咱的厝边隔壁的子女来参加。今仔12点半，伫703教室有召开志工队干部会议。请同工来出席。咱伫教界消息早起有罗平和兄弟伫早起8点16分望主运调安息主的行程，享年77岁，咱为着家属来祈祷。即礼拜六也有即个中联美姊妹的先师黄仁秀兄弟伊要伫教会伫下昼。拜六下昼1点半，伫教会举行个别的礼拜，早起伫即桃园殡仪馆遐有举行即日念火化请咱会通前往伫遮来安慰家属。即12组林碧泉兄弟嘛是伫5月25望主运调，伫6月12 1点，伫桃园殡仪馆思源厅举行对事礼拜。即个主理是由伊恩堂来负责，咱的诗班甲牧师拢有伫遮有参与伫服侍，所以咱也为着遮家属来祈祷。这是咱要来先来欢迎伫咱中间头一遍来做礼拜的兄弟廖桂美姊妹，廖桂美姊妹伫后壁咱甲欢迎一下来。来，等于陈子轩在后面我们欢迎来欢迎来边来欢迎者，来搁有无？若无咱要为着6月的寿星咱生日的，请有6月生日的徛起来，好无？6月较少名单遐济安尼。来，来，咱来为着因来唱生日快乐的歌。